大家好啊！星夢傳奇出身嘅鍾柔美，近年真係 TVB 力捧嘅小花，唱歌靚樣靚，但係八卦都唔少。星我巴有個單 A0 事件，佢早年喺節目度話自己未拍過拖，仲自認係 A0。點知聖誕節有親密相流出，對象係前 Super Tiger 成員劉展廷，一爆出嚟，網民即刻話：咦，唔係話冇拍拖咩？形象即刻受挫。Yumi 自己都承認係有講大話試水溫，希望大家原諒啊！仲話以後要問公司意見先答。至於同劉展廷嘅關係咧，就推翻係朋友。之後仲傳佢俾公司雪藏，成個月冇見人。年初六宣傳新劇《臥底嬌華》，Yumi 再度現身，有過百粉絲到場支持，送利是送禮物，場面好熱鬧。講真，粉絲然好撐佢，仲話拍拖係自由戀愛，需要上綱上線。有人仲形容佢係開心果，繼續力撐。所以話鍾柔美雖然有個風波，但係依家已經解凍，繼續拍劇唱歌，仲同粉絲互動派禮物，人氣仲係好旺。